如果同學可以上網睇到借咗幾多錢、電子繳款單、還款表同還款記錄，咁就好啦。學資處設立咗職學互通，同學除咗可以遞交學生資助計劃申請同有關嘅證明文件外，更可估計可獲得嘅資助同貸款金額及日後需要償還嘅金額，以及查閱申請進度。另外，如果同學收到學資處所發出嘅開始償還學生貸款通知書，仲可以透過職學互通就個別貸款計劃選擇最長15年嘅還款年期，亦可以喺網上查閱貸款金額、電子繳款單、還款表同還款記錄，更可以提出償還部分貸款或一次過償還全部貸款。同學想使用或想知多啲職學互通嘅服務，就可以到以下網址，乜嘢都一清二楚啦。如果大家仲有任何疑惑，可以瀏覽職學處嘅網頁，詳細閱覽申請指引及其他相關文件。